加添阮的信心，来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上帝做伙行。只是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问题、工课拄着挫折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勇气，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情景。求信心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黄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仔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愿爱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20篇，也就是诗篇第90篇。我来启，兄弟来译。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予土造的人归回土粉，对于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用大水甲人清早。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起来，发起来，无心。愿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啥物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予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予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予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予阮所做的一切亨通。请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到28节，第二位伫腓立比书第1章19节到21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不过现在上帝已经有对基督，有予基督对死人中国活，通做已经死去的人国活的保证。因为死通过一个人来，死人的国活嘛是通过一个人来。对亚当，众人拢着死。安尼对基督，众人嘛拢会国活。不过，每个人拢着照家己的顺序国活。头一个是基督。刷落去是基督来临的是属于的人，过来则是末期。迄时伊会消灭一切统领者、掌权者以及权力者，然后将统治权交予爸上帝。因为基督一定着统治，直到上帝予一切对敌拢屈服伫伊的骹下。
最后受毁灭的对敌是死，因为圣经记载讲，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伊的骹下。真明显，遮所讲的万有，并无包含互万有屈服伫基督骹下的上帝。到万有拢屈服基督的时，囝本身嘛会屈服伫万有拢屈服的上帝，通互上帝完全统下一切。腓立比书第1章19节，因为我知对恁的祈祷，甲基督耶稣的神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自由。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到遐的勇气，是我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基督，死是利益。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的人。只是我要请联合诗班来学罗上帝，所要因的诗歌是：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
即时要请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胜过死亡的权势。姊妹平安。今仔日是咱的清明的节日，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去到家乡的所在，跟你亲三搭做伙来对书。咱基督徒中间，常常有一寡问题，伫清明的时阵，咱要来怎样过这个节日？之前有捌讲过关系到祭祀这个代志。所以伫这个祭祀的中间，特别伫咱华人非常重视。咱要过这个节日的时阵，大有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讲，咱敢会当慎终追远，当然会使。所以咱嘛真注重家谱。这个家谱就是咱会当甲咱的亲人三同去追思咱的先祖。所以如果伫咱的厝内底，伫咱的家族中间有这个家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有一个家庭，特别是基督教的家庭，伊嘛伫这个节日的中间来悼念过去。有一寡教会，伊伫这个节日的中间嘛有放真侪因兄弟姊妹因的悼念的一个祖先，也是因的过往的亲人，是伫这个节日中间伫教会内面来追思。第二个意义就是这个追思呢，真侪时阵是一个亲族社会也是家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结连。我的弟媳妇呢，伊是客人。有一遍我去到因的庄内底时，规庄的人伫一个节日的中间，去因的祠堂迄个所在，哇，真大一个祭祀吼。所以呢，有时咱讲迄个祭祀，我基督徒我敢会当参加？当然你会使去啊，因为这是一个家族亲族结连的一个时阵，所以有一个。对思的时阵，有一个亲族的一个关系。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的厝内底人兄弟姊妹有可能还未信主，要陪亡，敢是爱去呢？嘛是爱去，因为这是一方面是一个对思，一方面是甲你所有兄弟姊妹、你的亲人相结连的一个亲族关系建立的一个机会。所以爱去参加。但是呢，有一个是较互咱有一个争议，就是讲有真侪时阵，这个祭祀有一个祭拜。祭拜亡灵，祭拜过往的人，伫这个祭拜中间，你可能将伊当作一种的对象来拜。这个拜中间就有一个对讲话，还是讲对求一个祝福，若无拜的时阵，就会有迄个咒诅迄个感觉。这种就将这个亡灵过往的人当作一种有存在还是讲有一种的有迄个。力量来影响你的祝福，还是你的咒诅的生活。这种祭拜，咱就要避免安尼。所以呢，伫这个清明咱的对思的中间三项，你会当去参加这个慎终追远对思的这个目的。第二呢，就是你当甲你的亲族三同做伙建立这个关系，因为咱拢是共一个血缘。但是第三个祭拜亡灵这个事情，咱都要避免安尼，免得有一寡宗教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咱伫这个过这个清明节日的时阵，应该来注意的几项这个原则安尼来过就好所以免讲我会当举香的，我会当安尼去祭拜的若是头前两项，那就是好的安尼。今仔日伫这节日中间，特别要甲咱讲到。赢过死亡的权势，伫清明的中间是甲死亡有关系，特别是追思咱过往这个人。一个基督徒，咱要怎样来看待这个事？为什么第三项咱无法度来参与这个祭拜的事？因为咱敬拜乃是独一的上帝，所有过往的人拢是伫上帝的手，趁后有一天搁活趁后一天面对咱的上帝。死亡是人真普遍，也是真惊吓的一项事，特别伫咱的华人。年纪慢慢增加了后，这种死的阴影就逐年增加。所以你若对少年来讲的时阵，因无惊吓这个事；对因来讲，死亡
甲因离开真遥远。但是呢，咱伫这个所在，特别若是过了中年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袂去想着遐个日，但是你会开始注重一项。当你会开始注重这个代志的时候，表示你离开死这项事愈来愈远近，注重养生，这个物件要真注意，然后真注意运动，是保持咱的身躯的一个健康。这个提醒咱家己呢，都要保养顾惜，安尼。所以呢，我去健身房的时阵，有少年人甲咱运动的目的无共款。少年人因拢也了真重，你肌力训练足强的安尼，运动安尼，希望伊的拳头母来，伊的肉会较臃肿、较大粒的安尼胸坎会较高的。咱去无啥共款，咱就聊聊做，顺顺做安尼肌力训练维持安尼有力就好。迄是无共款的。到了中年了后，政府的公卫部门。病院有时是提供足少、真侪种即个免费健康检查，对咱妇人人，也是对咱查甫人嘛是共款，一寡全血检查，你来去做个检查。你来到65岁时阵，一年个提供你有真好即个检查，这检查真好、真详细，是政府报着咱。所以死亡亲像如影随形，死亡阴暗伫咱心内底，那就一种惊吓。阴暗刻伫咱的心思内面。少年人有时咧感觉讲离开这真远，但是少年人嘛有真侪可能意外，可能战争、地到死会临到。主要所基督知影，人面对死的是迄种惊吓，甲迄种的哀哭。所以有一讲，主要所基督去伫马大甲玛利亚的厝里。为着伊的兄弟纳撒路过身，所以主要所祈祷，甲因相同忧愁，甲因相同啼哭。华人真惊死，最后甲死离较远咧，这是一个智慧。甚至甲死这个音共款的字，咱拢真片面讲起。但是西方的国家，因这百姓可能受基督教文化一个影响，所以因比较较无去。惊智慧去讲到死的代志。有一人伫伊的孝谱中间，每一页内面拢记载在一句话，什么话呢？伊讲莫忘人人必有一死。你敢要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孝谱内面？一定是袂嘛？伫你的孝谱内面有可能记载，你得真努力，你得真拍拼，你得安怎去运用这个。经济理财，然后搁较赚较侪财富，但是这个人，伊伫每一页中间，都咧记载伊的财富，记载伊的孝谱，记载伊赚偌侪钱时，伊拢提醒家己讲，人拢会死哦。莫忘人人必有一死，伊提醒家己讲，伫咱真努力咧拍拼，咧得到财富，拍拼追求遐成就的时阵。都要知影，生命嘛真有限。有一天，这个物件，你所对着的物件，嘛是要面对死这样事实。这敢会当去存留？面对死的时阵，这个所追求的事，敢是你一生内面上较优先、上较具价值的事？莫忘人有必有一死。所以圣经内面拢讲到一项，讲到死。若是要有智慧，你就要知影死是啥物。咱原谅长咧常常咧讲到，有人捌讲过，不知死焉知生。咱若无面对死这样事，你要怎样来面对你人生，来判断你人生上较重要的事，来决定你要所追求的价值的事。因为真侪事拢必须要面对这项事实，来做一个判断。人非常惊死。咱伫细长的时阵，咱已经真惯习咱生活的环境，咱对咱周围人拢非常熟悉，咱拢知影咱现在生活一个形态到底是啥物，所以咱有咱追求的物件，咱要掌管咱的人生，咱要选择，咱要规划咱家己的未来。愈少年，伊的梦想就愈大。到咱这个年纪，咱最后的梦想就是讲健康的活，较有品质的活安尼尔。你发觉人生世界
梦想拢慢慢离开咱真远，活在现在，掌握每一天每一个月。但是呢，还佫有一项，咱会惊吓，因为咱无法度知死了后，咱要往倒位去，咱要面对什么种人生的结局。所以咱无法去掌握生命结束了后，迄个未知的世界，因为死了后是未知，咱无法度了解。无一个人对死佫活，除了咱主耶稣基督，无一个人死佫倒转来。有时咱讲这个濒临死亡啊，有一寡死后的经验。不过拢咧记载讲死了后，就去看一个光，死了走进一个隧道，死了看一个，哪像拢是伫进入到真正死亡的边缘的所在。边缘的所在，咱想要去到一个所在，咱徛伫咧边边的所在，无真深入。无一个人真正死了后，佫倒转来，除了咱主耶稣基督以外，所以咱对未来对死了后咱的世界，咱无真了解。咱只有对一寡理论，即一寡记载内面知影有可能是安尼吼。所以咱只有放手，将咱死后的世界放伫未知的世界，都毋知影，就靠去迄个所在较讲吼安尼。咱基督徒，咱将了死了的世界放伫主耶稣基督手中。对真侪也未信主的人来讲，因真惊吓，因为死了毋知怎样，这是一个惊吓。第二，对咱基督徒来讲，虽然咱凭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应允有一天咱会过活，但是过活了后，咱会徛伫主耶稣基督审判的台前，将咱一生的事所想所讲的，咱主耶稣基督来交代。所以咱毋知迄个时阵，咱是面对上帝的生气，还是上帝的想？传道书讲，人所做的事，连一切所稳重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是好还是歹，上帝拢要审判。兄弟姊妹，上帝恁要审判。我想咱会当了解咱家己，伫暗钱的中间，咱单独一个人时，咱心思所想的事，暗中咱所做的代志的动机，咱可能无法度真有一个把握讲，这拢是好的。如果从咱内在暗钱中间所做所想的这样事，有一天暴露出来时阵，我毋知你会当爱惊吓未？毋知你会当真坦然。不要紧啦，拢互大家知，好，最好大家知，因为这代志作用跟我所想所做的事，拢是做真好的事，较袂安尼，毋知影。那我以前有可能一寡毋敢互知的代志。哥林多后书第5章嘛讲到，因为咱拢一定要伫基督的面前受伊的审判。大家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无论是好还是歹，接受报应。所以有一天咱面对咱主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到底伫迄个所在，咱要得到什么种的赏，还是处罚？咱要得到赏，还是咱所做的事，真是经过火，拢无够存留。我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做《第六感生死缘》有两部啦，一个叫做《第六感生死恋》一部叫做《第六感生死缘》我要讲是一部咱可能有一寡人看过啦安尼。这剧情描写一个真成功的企业家安尼，伊的事业真成功，伊的人格嘛非常的好。所以呢，伊厝内底的人、伊的同事、伊的亲人，拢非常非常尊敬伊，真成功，做代志成功，事业成功，做人也成功。将近65岁的时阵，死亡的天使出现伫身躯边，但讲你65岁，你就要离开世间。我当时心真惊吓，安尼有这种代志。
所以呢，这个死亡天使的陪伊来度过最后这段时间，去看伊到底安怎生活，伊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看伊安怎做人。65岁生日迄天，所有的亲人朋友替伊举办一个真热烈的一个宴会、庆生会。伊知影即天就是伊死的日子所以就甲这亲人伫迄个生日的中间，好好道爱道别。我真听你你听我你是我的骄傲你是我的欢喜非常感谢你亲人嘛讲，多谢你做阮的老爸伫遐陪伴阮教育阮所以呢，伫遐道爱道别但是其他人拢无啥知到底要发生什么代志，突然间爸爸讲即种话安尼，真感动的话安尼。然后，这个死亡天使徛伫远的所在等伊就因坦然，甲伊行到迄个所在。接受死亡的召唤。我看这部电影的时阵，就感觉讲，这部电影就安尼，敢若嘛是真普遍就讲一个女性。但是到最后一句话，我切到安尼。伊到死亡的天使3重行的时阵，伊问伊一句话：我应该惊无？我应该感到害怕吗？这句话我知影讲，这是一般的人当伊面对死亡时，拢会问一句话：心内惊啥？伊问这个死亡的天使讲：我应该感到害怕吗？天使在回答讲：像你这款的人，唔免惊死亡像你这款的人，唔免惊死亡。那这句话呢，伫我内面，就像的回想。面对死亡来临时，我敢应该惊吓？就亲像咱头拄所讲的，人会惊吓死亡，这是一般的人。我敢会惊吓？我应该惊吓无？这是咱爱问咱家己的一句话。我应该惊吓无？基督教有一个确信，这个确信是讲，咱既然相信耶稣基督，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伊互咱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应允，永远我的愿望，像咱这种基督徒，应该袂惊死亡，较袂惊。对于头拄所讲的，有时阵咱伫上帝面前，咱有亏欠的心，有一天面对审判代志的时候，咱惊吓上帝。所以咱就感觉讲，互我搁较努力做好一点互我了解这样代志了，我打了后，我会当做一寡代志，互我有一天唔免去面对这种惊吓。咱基督徒应该无惊吓，像咱这款的基督徒应该无惊吓。有几个理由，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对死过活赢过死亡的权势，所以咱所相信的是国外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已经赢过死亡的权势。罗马书第1章讲到，对圣洁的神性来讲，对圣洁的神性来讲，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用大能力显明伊是上帝的囝，所以对死过活显明主耶稣基督伊的神性。罗马书第8章嘛是讲到，上帝的神有予耶稣对死人中国活，这个神若踮伫恁的内面，这位予基督对死过活的上帝，嘛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姊妹，圣神在内面证明一项事，这是一种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讲，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有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咱有这种的确信，咱有这种的保证的时阵，咱就有搁活的活命。咱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惊吓会较减轻，甚至较袂有惊吓。第二，咱有国外的应允，
甲永生的一个愿望。因为主耶稣基督对死过活，证明伊是生命主，伊是生命源头。所以有一天，伊互列撒罗对死过活的时阵，证明一件事：既然我会当互列撒罗过活，我会当互伊对死过活，我会当重新享受互伊一个活命。所以伊讲，过活在伫我，生命嘛在伫我。相信我的人虽然死，嘛要过活。这个是咱常常伫个别性中间可能听到，但是对咱阁有即种的确信，也是对即句话有一个深的确信，带互咱真深的一个信甲平安。咱有分伫主耶稣基督过活，咱有永生愿望，因为咱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过活的事实。所以哥林多前书嘛讲到一项，基督若无过活，咱的信就是无路用。咱伫罪恶中间，安尼，遐个信基督了后，死个人嘛拢灭亡。既然基督若无过活，咱伫地面上受苦，为了主耶稣基督受苦，这是无路用，这是了然的事。所以，咱信耶稣基督，咱就无亲像世间人安尼过了安尼欢喜的日子，追求真侪世间的事结束就结束啊！咱也无想追求着，也无啥享受着，佫食真侪苦，为了主耶稣基督，甚至面对这困着压迫。如果若主耶稣基督无过活，咱就免承受这个事，咱就比别人较可怜。毋过，现在上帝已经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过活，通做已经死去的人过活的保证。咱的保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过活，所以有一天保证咱卖信伊的人卖做过活。所以讲安尼对基督正人嘛拢会过活，因为耶稣基督过活这样事是一个确实的事。死亡是咱人生的一个结局，伫地上迄个一个真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个关键的时刻要决定咱是伫永远，还是伫沉沦内面。这个关键的时刻嘛决定咱到底是得到赏，还是伫上帝面前一切事，亲像经过火，拢无留存。虽然伊是非常关键，但是咱毋知这个时刻什么时阵来临到，所以，互咱会当赢过这种惊吓的一个方式，就是咱随时做好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日子的临到。随时做好，因为毋知这个关键的时刻什么时阵临到。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伊怎样来准备家己。伊讲，我迫切期待甲愿望的，就是某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我搁要活地的时阵，把握我活地的时阵，我有够个勇气，是活还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来得到荣耀。这个时刻，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基督，死是利益，安尼，所以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甲基督做伙。这应该加好足多对保罗来讲，拢好啦，安尼。咱可能无法度来讲这个话，所以若有真侪这个问题的时阵，咱尽量避免这个代志。咱最近有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内面就讲替阮阿嬷祈祷。这个阿嬷90几岁啊，最近住院，身躯无好，肺部安尼搁发炎，所以替伊祈祷。希望呢，上帝互伊安尼健康恢复健康，搁身躯改好，会当出院。90几岁，我记咱真侪遮兄弟姊妹，特别是姊妹活了真久。差不多要90岁的时阵，伊拢讲无所替我祈祷，互我较紧去上帝遐。所以你发觉，对儿女来讲足毋甘伊阿嬷
90几岁，佮希望会当恢复健康吼安尼。啊，然后伫90几岁人讲，无错听我祈祷，我希望去上帝遐。哦，所以如果你若是你的时阵到90几岁的时阵，你会安怎祈祷？搁伫咧拉扯，我家己本身足爱去上帝遐，结果我的儿子足希望我会当留伫世间吼安尼。保罗无即种的想法，保罗讲吼去到上帝迄个所在，毋知偌好咧。我会当选择的时阵，来当选择，我希望我会当去到上帝迄个所在。为什么有这种贪婪的心？这个亲像伊伫提摩太后书迄个所在讲的，我一定精进好精进，我一定真跑走路站，我一定守应该守的道理。所以我知影，当我离开世间去到上帝遐时，我会当领受着伊为着我备办公义的冠冕。我真贪婪会当去上帝遐，我真欢喜会当去上帝遐，我做某惊遐。所以伊讲我时时刻刻。现在我有够有勇气面对活还是死？活是为着正人的利益，那死是我所情愿、所选择，我欢喜，这是加足好的安尼。咱敢有这种心态？无惊遐，无有惊遐。有一个姊妹，伊是一个非常有热情、非常有疼心的一个人。所以去到每一个所在，这种疼甲这热情，会去感染着其他的人。哇，那像阳光，真温暖，这是真冷的所在。35岁时阵，伊得到真严重的血液肿瘤这个问题。伊伫国外，所以伊需要坐飞机倒转到伊的厝的所在。教会甲亲友。伫过去拢感受到伊的疼甲热情，所以伊知讲啊，伊有病痛，日子无真长，所以大家拢真艰苦。真艰苦，但是呢，我若毋敢讲起这样代志，因为真少年嘛吼，安尼。所以最后来温暖，来讲，都无问题啦，我想一定会好啦，想一定来你医治啦吼，安尼。有一天，因这亲友呢，到三洲去到病院探访，安尼。入要到病房的时阵，这个姊妹容光焕发，真喜乐来接待因，所以因对伊心情感受到真平安、真祥和安尼。这个姊妹知影因的来的目的，所以伊就对因讲：我要回国来治疗的时阵，我坐飞机，这个飞机。对迄个日头的所在，飞去。迄时圣神，迄阵主要所基督，甲我问一项，伊讲如果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如果你必须要面对你人生的终点，你要怎样来反映这项书？这个姊妹安尼讲。迄时圣神的平安甲信心充满伫我，伊回答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时刻，你互我的心充满无限的愿望。想着无偌久，我就要会当甲你相见面，我迄个快乐充满，我心中非常欢喜。如果我是真正来结束伫我人生的路程。我要亲像现在我所坐飞行机，飞往一个新的旅程。迄时我的灵魂要飞往公义的日头。迄时我会当亲目睭看到我一生所听的主耶稣基督。去探访伊的人听到了，真受感动。有一个人，伊要惊死亡，这个人伊恨无甲主耶稣基督相同做伙。因为伫地面上为主耶稣基督来活，无惊遐死亡，我情愿甲主耶稣基督相同做伙。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已经赢过死亡权势，已经对死过活，咱若要因为信靠伊过活。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安尼讲，伫个所在宣言讲，当迄个日子来到的时阵。死亡和胜利
吞落去。主耶稣基督已经赢过死亡，就是咱常所读的圣经内面，主耶稣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败坏魔鬼一切撒旦一切的权势，而且这个所在得胜最后的对敌，这最后对敌就是死亡。主耶稣基督已经告我将死亡吞落去，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有一个真深的感动，宣告讲：是啊，你的胜利伫倒位？是啊，你的毒气伫倒位？对咱来讲，伫个所在咱宣告：是啊，你的互阮的惊吓伫倒位？感谢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这是伊个宣告。通过主耶稣基督告我，咱会当得到胜利，有份伫伊个告我。所以死亡的权势伫咱身上，就保有这影响力，胜利赢过一切对死的惊吓。但是保罗继续安尼讲，咱就要知伊的思想。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徛在毋通动摇，要常常尽力做主的工，因为恁知为主着磨做工，一定袂落空。咱有这个告我的保证，咱有赢过死亡的一种的勇气，但是毋是听候迄天来临。咱伫这个时阵，咱来备办好势，再有来备办好势，为着主尽力做工。咱来今仔日会当做主的工，亲像保罗共一样，真跑走路程，精神好的精神，守应该守的真道。有一天，咱行过死荫的山谷，上帝互咱告我。当咱坦然徛伫主耶稣基督审判大众的时阵，咱会当领着手。伫上帝属天的国度，甲主永远三甲同在，无惊吓，有永远的福乐。姊妹，安尼死亡权势伫咱身上，无任何遮会亏难。主耶稣基督已经赢过死亡权势，咱有份伫个告我，但是现在备办，亲像保罗共款，备办。为主告我，安尼有一天，无论生还是死，咱会当坦然、存欢喜的心，迎去这个日的日到。咱应该惊吓死亡吗？希望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对咱讲：像你这款的人，像你这款相信我、跟对我、为我做工的人，你毋免惊吓死亡，因为你要到我伫永远的国度内面，你也是为着你所备办公义的冠冕。咱三甲来祈祷。主，你已经告我，你是活命的主，你手术人活命，是不是互人对死告我？亲像列撒罗对死告我，但是有一天，我结束人生的路程，我要告我，甲你永远三甲同在。主啊，互阮有这种的愿望，互阮有这种的信心。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赢过死亡的权势，我也无惊吓，靠着你，我相信，深深的相信，我们永远甲你三甲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所以，伫阮现在的日，互阮尽力为主你来活，为主你来做工，主互阮遵着这种愿望，领着你为着阮备办的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三甲来宾回应来诗信息201首，上主做我记号无者，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献的同工。请起立，因奉献的诗。咱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阮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死埋葬，第三日复活。主啊，上帝的慈爱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甲阮同在，感谢你的恩典，阮献上阮的金钱，愿你降纳，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煞者来报告，请文静长老。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美国总统讲，咱台湾的出口的物件要加34%，32%，讲唔对去。咱开始明仔载要开始经历一个震动人心的股票市场。后一个礼拜，咱要经历主耶稣受掠定十字架死，这个受难周的日，伫你的心内，是毋是有真大的震动？咱各话这期已经有几个团契在做准备。伫咱过活一个时，咱联合礼拜，咱伫这个所在有迄一个戏剧，请毋望咱你也伫网络顶悬咧看，会当来倒转来。好，我来报告咱的教会消息。咱3月29小会决议的事项，是咱报告中第一个，就是。咱8月的总会传道委员会申请一位服侍的传道师。来，咱第2点的部分是，咱明年是公教会设教70周年。
咱伫每年有定办理的有真侪的事，咱有需要有相关的小组来筹备，所以咱有成立一个70周年庆典的小组，一个70周年纪念册的编辑小组，还有一个咱会堂空间整建的小组。特别这个整建的小组是要为着咱华语的礼拜会当来到8楼的空间遮，会礼拜堂遮，因为7楼即摆华语的礼拜人数差不多是拢满的感觉，啊，这个真爱8楼的空间来做一个整理，一方面互敬拜团会当来使用，另外一方面嘛搁来配合咱圣歌队的需要，互咱会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会做决定，然后来做一个整理。啊，嘛，咱的兄弟，你若有这方面想法、温思的，你会当来小会来提起，哦，安尼。好，啊来，咱看第9项的部分。咱7楼副堂迄个旧的钢琴吼，有要免费赠送，吼。免费赠送主要是因为有一位兄弟为台北送咱一台钢琴，啊，即摆放伫2楼，吼。啊，2楼原来的钢琴，咱会搬起7楼，安尼。啊，7楼的钢琴会转送出去，吼。到今仔日截止，吼，有需要的会当来甲我讲，吼。但是搬钢琴爱家己付钱啦，吼，家己请车安尼，吼，安尼。啊，若有2个人以上来登记，吼，爱交集协调啦，吼，啊协调了，那有人自愿放弃，啊个来就免抽签，啊若无就用抽签的，安尼，吼，这是比较对会友中间较有关系，直接做一个报告。啊，咱嘛来介绍咱今仔日来参加咱新的兄弟吼，来，这个敬老尊贤吼，咱先来介绍咱这位住伫南大路24号6楼，就是咱厝边隔壁尔吼，伊是有捌来参加咱的洗手爱无限吼，单头姊妹来，单头姊妹，无听到迄款5张路边仔迄个。即摆长老边啊，来，伊已经有87岁啊，吼，嘛咱妇女团契、少年团契拢会使来招呼，吼。好啊，来，这个罗佑琪，吼，这个是宜仙的迄个朋友，吼。这个社青团契会使来搭迄个跟进一下吼，来关怀安尼好。啊，最后要报告一个，伫咱来讲是感觉咱的悲伤，总是医生等于天国在等咱，就是咱杨崇明弟兄伫4月7日安息伫主怀内面。我会记去年这个时间，拄好在整理伊的厝，然后租起来要互咱的罗牧师来住。啊，伊去年这个时间搬去台北，啊，伊一直伫邦桥的布基教会来参与聚会，所以伊的入殓甲火化的礼拜伫4月9拜3下晡1点半伫邦桥的殡仪馆。啊，个别礼拜是伫4月12。拜6上午10点半伫邦桥布基教会，安葬礼拜是4月12拜6点半伫德东雅各山蒙园，啊，这个是咱公园教会主理。啊，咱若有要去参与到伊的个别礼拜4月12拜6的，请你会记你今仔日就紧伫1楼的登记表来登记你的名字。咱拍算的时间是8点，若有较侪人的时阵，咱8点半伫公园教会集合出发，哦，集合出发。望咱
会当来治愈即个事，吼，咱去甲伊的迄个家属比喻姐妹来安慰，多谢恁，吼。刷遮我来补充报告。第2点，美比谷主理欧的活动消息。本主理下晡1点半伫新竹花市举办花市美比谷，招致朋友认捌耶稣发放教会国外节传单甲美比谷的消息，邀请兄弟参加甲带导。后礼拜主日下早起10点半举行 special 美比谷的国外节礼拜。第3点是长者健康促进活动，本礼拜5早起9点半举行，请报名的长辈出席。第4点，4月受难甲国外节系列礼拜活动伫尾到啊，时间请看周报。特别爱注意的是4月20号早起的10点开始联合赞美礼拜。第5点，第7次的幸福小组互因事工有2组进行中，运动精神互小组伫主日下晡2点，爱无限的幸福小组伫拜六的早起10点。第6点，本会甲台湾神学院合办信徒领袖培训课程，为4月19号拜六开始，早起的9点半到12点半。报名费是1000块，欢迎本会甲教界的兄弟参加，请干事报名。第7点，4月到6月主日事工论德表已经印好势，请伫1楼服务道家己取用。第8点，需要2024年个人奉献证明来报税的兄弟，请伫1楼招待道登记。补充。特别也是即所在来邀请吼，伫第6点中间，就是咱甲台湾神学院办一个信徒领袖的培训课程吼安尼。即套课程的内容主要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神学的导论吼。所以咱若对神学有遮个兴趣的人，咱来参加。建立对信仰的一基本的真理的认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吼。所以咱真热心伫教会参与活动，咱真热心伫咱遮个聚会、遮个活动，但是真正信仰的根基是伫咱的真理吼安尼。那所以呢，咱可能读圣经，但是读圣经嘛是安尼真大本啦吼安尼，但是伊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一寡神学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基础，咱得当对这个概念中间来了解对这个基本中间来了解咱整个圣经的一个方向安尼吼。所以咱个人兄弟姊妹来参加啦吼。因这款时间短时间咱就会当亲像真侪新学生伫神学院训练共款吼，这不一定是讲咱后摆来做牧师啦吼，也是讲做传道到遮开去做神学。所有信徒拢需要了解真理吼，所以个人大家来报名。来因祝福车恳的是信息401首，完全认主上帝。因是煞请黄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引。
愿主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各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阿门。迄个洋葱米弟兄，伊的个别性，若要参拜啦，才是1楼的所在登记吼。咱要决定看偌济人参加，安排咱的交通。咱若要献诗，所以礼拜三，咱伫7楼的所在有一首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所以这是齐唱所以咱若要参加啦，咱要唱献贵诗就是唱这首歌。若要去人拜六，后日拜六8点半到1点所以咱去参加表达，对咱所定的家己，伊的亲人，一种的爱意，关心。